今天是2005年11月13号，藏文课是第60次。先复习上节课是149页。乃其囊给lun包，偏帮南，我给包松赞干部堂结瓦对道。30多翁给，我堂拆本对呢，拍把今日西了，学瓦托吉，我堂拆把堂开没到，三女来本修那样。每趟拆那3万丢，大意破败强压给，俺把所堂拆了对，让顿巴西猪巴一，米堂桌巴日素一女。对堂这辈加切南，特人多以人巴些，人包让堂吞白嘎，他把等把马外骨，大概改变亲。堂改瓦是钱呐，改变三江西，什么呢？将人带给，突接亲给，蛤蟆堂扎瓦儿，伤心在巴儿给着。这辈父母，你修扎爱块儿堂结巴儿，让给打了气呢，也有论别错，堂结辈给通切，打给铺地。俺前你做女的，当堂结拜当事呢，他机器打给铺地，俺前堂民扎娃儿，我做那样。推诺尔堂人保切堂，龙卷芒包堂单板狗儿，给包推军猫，堂破张给来苏见来，给灭才给7月度写索。好，翻过来，咱们今天从这一页，这个也是不新鲜，这个就是，但是这个概念新鲜，就是说助词的这个概念新鲜。实际上这个单词啊，这些用的这些具体的这些虚词啊都见过。第3个是时态助词，时态助词就是表示这个动作发生的时间，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时态助词主要是位于语尾中那些虚化了的动词，就是时态用什么表示呢？在谓语后边跟一个语尾，这个语尾呢，它原来也是一个动词，但是现在呢把它虚化，就是作为一个虚词，不做实词，不是表示那个动词表示的动作，而是表示时间作用。
它们失去了本身原来的词汇意义，用在动词或其后缀之后，就是有的动词后边还跟着东西，反正就是跟在那个最后，共同构成谓语，表达各种有关时态的语法意义，就是表达时间。咱们来看具体的啊。第一个，由词义为做的动词，虚化来的助词且、恰、且、却，这就是那个最常用的那个做什么的做。如果它跟在另外一个动词后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它还是做的意思，这是有的时候它是做助动词的时候它是那个意思。但是现在讲的一种现象呢，就是它跟在一个动词后边不是做的意思，没有做的意思了，只表示时间，用它的那个时态表示时间。你看现在它出现的这4个形式吧，第一个是现在时，第二个是未来时，第三个是过去时，最后一个是命令式。这4个形态呢，分别来表示这个不同的时态，用来构成谓语语尾时表动作的自主性。它另外这个是个自主动词，就是有主语有宾语，有主宾谓都3个成分是全的，就是说有一个主语通过这个做的一个动作涉及到一个宾语，这样呢表示有自主性。这个如果是一个东西本身发生变化，那就是不自主的，那就是另外一种动词了。表示不同的时态，这个咱们以前也出现过，明白这意思就行了。第二个，由词义为变的动词，虚化来的助词귤，一个现在时，一个过去时，它的未来时呢跟它的现在时同形。它也就是说第一个既是现在时也是未来时，现未同形，然后过去时不一样，所以这个变化这个词儿呢就是有2种形态。这个呢用来构成谓语语尾时跟在一个动词的后边的时候呢，表动作的不自主性。第一个它失去变的意思了，就不是变的意思了，是虚词。虚词表示2个意思，一个是呢表示这个动词的这个动作呀是不自主的，是那个主语本身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另外一个东西把它如何如何，没有自主性，就是自己被变了。第二个表示不同的时态，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如果是带are的，就是或者是现在时或者是未来时，究竟是现在时未来时呢，还要在句子里头判断，根据句子的情况判断。如果是没有are，就肯定是过去时。第3种情况，由判断动词虚化来的助词in的意思本来是是不是的是，但是它如果跟在另外一个动词后边呢，注意啊，有的时候它还是的意思，就是不是这个现在说的这种情况，它还是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怎么样也是。但是现在他讲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动词后边呢跟上in，虚化了，不是的意思，用来构成谓语语尾时，可表未来时，也可表过去时，就是用in来表时态。表什么呢？表未来时跟过去时，这是一种语法现象。这个如果具体想看这个现象呢，参看第5章哪些节，你到那儿去复习去。现在这个in是作为虚化了的助词，动语的助词，谓语的助词，所以它只表示时态，它有这么一种语法现象。第4个是由词义来和去的趋向动词，虚化来的助词囧和松，用来构成谓语语尾时表过去时，它们2个都是过去时，所以它们就是表过去时，这个没问题了。同时还表趋向或结果等附加意义。表示趋向就是什么呢？囧表示来，松表示去，就是表示一个向自己方向还是离自己方向而去，表示这么一个方向。还表示这个结果，结果实际上它的过去时呢就包含有结果的意思，但是它有这个呢，它更强调这一点。最后一种现象是由存在动词虚化来的助词阅读都是有没有，存在动词就是有没有，它这都是有的意思，加上迷就是没有。
这个用来构成谓语鱼尾是可表什么呢？一个是现在，一个是经常。现在啊，有时候就有经常的意思，也可以表过去时，这个要根据句子里头判断。这个现在呢，有时候暂时的说现在一个动作，有时候呢，它表示这个动作是经常的，就是向来如此的，表示一个真理，表示一个这个就是经常存在的现象，有时候有这个意思。第六种是这个读物，就是还是上边的那个读。这个上边这个读呢，他说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读物如果和巴日、爬日构成的谓语鱼尾，就是构成一个什么呢？就是巴日读、爬日读。除了表示一定的时态外，还表示揣测语气。咱们前头讲过，如果是动词后边直接跟这个读，那就是这样，就是有这种现象，甚至是亲身经历的、亲身体验的现象。如果要是隔一层，隔一个巴日或者是爬日，巴日读、爬日读，这就变成了一个揣测口气，是可能是这样吧？是不是这样啊？就是他猜测的。下边我们来看具体的例句，就是关于第六个的这个具体的例句啊。第一个，lun别三巴拉，lun别三巴拉，lun别这个lun是哪弱，所以是大臣。如果这个lun这个哪弱变成下边写不住，就成了笨蛋了。这个大臣的三八是心思想，在大臣的思想中，在大臣的想法中，在大臣的心中，都可以。在大臣的心中，这个看最后一个动词是 some 呢，这个地方是前边这个三八是作为一个名词，说在大臣的心中，在大臣的思想中，在大臣的想法中，这是一个名词。后边这个三八呀，就是动词了。动词而且是过去时，就是想过了。动词就是想，这样想，这样思考，这样思维。在大臣的心中想，在大臣的思想当中这么想，怎么想呢？他们中间是想的内容，怎么想呢？想说，塔尼拉涅巴尔读桑，塔尼拉涅巴尔读桑。现在呢，拉前头也出现过，可能出现过一次。就是机会、时机，机会、时机。涅本这个出现过。涅本是什么呢？是找到、得到。这个找到呢是不自主的。什么叫不自主呢？就是他就碰到了，就得到了，就是不是说他一个主语去这个找什么，就是他就得到了，所以他这个得到的意思大一些。说找到实际上是碰到的，就是不由他自己控制的，不自主的。咱们来根据他这个句子的现象来体会他这个不自主的意思啊。说现在呢找到机会了，现在呢得到机会了。注意后边这个，他这个涅巴日读，就是读跟动词之间加一个巴日，就是多一个巴日。读前边有巴日，就隔一层成了揣测口气，就是这个大臣心里想啊，这个大臣是谁呢？就是那个藏地到唐朝来求亲的那个大臣，叫噶尔。他呢来了之后啊，因为要这个很多国家来求婚，要对他们进行这个考试，看哪个代表团这个赢了才给他们公主。这个他呢就要动很多脑筋，他在这琢磨。你看他这一次啊，他说什么呀？大臣心里想说，现在啊有机会了，
而且这个是八日读是揣测的。现在啊，可能是机会来了。哎，你看他这个机会啊，并不是他自己主动去创造找到的，就是不是自主动词，是什么呢？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哎，有机会了，是一种不自主得到的机会。所以这个涅巴尔这个找到是一种不自主的，是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那个情况不是他创造的，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猜测，哎，有机会了啊，哎，它是一种不自主的，你来体会它这个，就是这个机会得到的呀，来的呀，是不自主的，哎，是这个，就是自然来的。这是这个体会这个不自主，而且呢，这个语法现象主要是体会什么呢？就是这个八日读，就是说这个机会啊，究竟是不是机会啊？还不一定。他现在揣测就是八日读，哎，有机会了啊。结果一试呢，比如说没成，那就证明这不是机会，就没得到机会，所以这还是个猜测。所以这个八日读就带有这种，就是哎，心里猜啊，哎，有机会了啊，咱们试试，哎，这个意思。好，咱们来读一下啊。伦别三巴拉，如果是名词的话呢，应该读伦别三巴拉，伦别三巴拉。塔尼拉涅巴尔读桑，塔尼拉涅巴尔读桑。哎，咱们再来一句啊，第二句说体内哈香辣儿，体内哈香辣儿，体内那之后，哎，这个翻这个然后那之后，这是比较死。实际上他就是说，再说哎，然后就甚至你看这儿呢就没翻，哎，体内就是说你前边这个正说那个说那个之后呢，哎，也可以不翻，就是之后啊，之后怎么样呢？哈香是什么呢？就是和尚。就是汉语直接这个藏语啊，直接取汉语这个和尚的音，用藏文的拼音这个最近的拼音字母呢拼出来的，就是汉人说和尚，他们也就说哈香，哎，就是和尚哈香，哎，哈香怎么样呢？拉日是什么呢？是又在重新，哎，他又在干什么呢？看后边啊。甲鱼肚徐巴汤，甲鱼肚徐巴汤，甲是汉地，本来这个甲就是一个面积、国家、地区，他这儿就因为那个老跟汉地的这个事情比较多呀，他就简化了，本来是甲纳，哎，叫黑地，穿黑色衣服的人的地方。甲那他把那个那就给省略了，就是甲就代表汉，鱼就是国家呀地呀，哎，汉地，哎，读是这个表示方向，哎，叶格表示方向，然后看后边徐吧是什么呢？是来和去的敬语。咱们前边刚学了一个来和去的敬语，就是那个谢所。哎，就是如来的来，哎，这个裴心谢吧，哎，如来，那是来也是来也是去是敬语，这个跟那个一样，也是来也是去也是敬语，哎，也是走的意思，不管方向，也可以来也可以去。这个整个这个句子什么意思呢？说和尚又走。这个走是来还是去呢？因为现在这个和尚是在藏地，这个和尚叫大乘，哎，这个叫大乘的这个和尚呢，他去藏地去这个宣扬禅宗去，结果这个藏王就说你们那个藏地有的僧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是顿悟的观点，藏地的僧人说得渐修，然后呢藏王就说你们来辩论一下，
然后就辩论。辩论呢，据这个藏地的说法呢，说这个和尚是辩败了，辩败了之后呢，和尚要离开藏地，要回汉地来，所以他说和尚又走向汉地。你看后边那个走吧，走往哪儿走呢？往汉地走，往汉地走，他从汉地来的，那就等于是又回汉地去，所以说呢，应该是去。往汉地去，从藏人来说，从藏族往汉地这边来说是去，所以这个来还是去啊？你要根据意思来判断，这就是去。他从汉地来的嘛，所以说这个又就是他原来就在汉地，现在呢他又要回汉地，所以加一个拉日，就是又回汉地去，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后边一个唐什么意思呢？就是动作还没完。他这个还有动作，这个和尚呢，他往汉地又要回汉地了。唐，看看后边还有什么合着什么动作啊？哈米亚季撇度吕北，哈米亚季撇度吕北，哈是鞋，穿的鞋，哈。雅季。这个牙有一个意思是一只两只的只，牙。既是一只鞋，后边是量词，一只鞋，这是后边怎么着呢？是撇度，撇是藏地，撇度是向藏地或者是在藏地。驴吧呢是剩下，留下，剩下。驴要是不要八，就是身体，要是变成动，身体是名词了。如果加个八变成动词呢，那就是剩下。现在说和尚离开藏地，和他这个离开藏地，这个唐啊也可以译成，因为他离开藏地的时候，这个唐也可以译成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是连着做两个动作嘛，就是说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还做了那个动作，所以这个唐也可以这个理解成，就是说和尚离开藏地返回汉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他一只鞋留在了藏地，留了一只鞋。这个留了一只鞋后边加了一个撒，就是驴背，驴八加个撒，就是这个句子就成了一个原因。由于他离开藏地的时候留下了一只鞋，由于这个原因产生了后边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说哈香给鞋内，哈香给鞋内，和尚的鞋，鞋是什么呢？是口或者脸的敬语，究竟是指脸还是指他的嘴？这要看这个上下文来确定。现在呢是和尚的什么内是从他的脸上或者嘴中，然后要看后边的动词，后边的动词句子最后的动词是送所。注意这个送的那个所前边有一个撒，这个撒前边有一个点，把这个点去掉，这个撒就是跟那个前边的动词是一个，把那个缩不动，缩前边一个点，然后再往前到撒前边那个点去掉，送，送是什么呢？是说的敬语，就是说和尚说，和尚从和尚的口中说，内鞋内，这就明白了，他不会从和尚的脸上说，他是从和尚的口中说，所以这个鞋呢在这是嘴的意思，是口的意思。从内是从和尚的口中说出来了这样的一句话。由于他留下一只鞋这个原因，和尚呢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呢？看啊，说特容撇度，特容撇度，特容是咱们前面学过一个词儿叫特东，就是
仍然还在。这个特容呢，跟它意思一样，也是仍然还在。就是特容跟特东是一个意思，就发音也差不多。这个不一样的就是那个后边这个是容，那个基字是ra，那个基字是塔，就是跟前边那个塔是完全一样。如果把这个ra换成塔，就是读特东，特东，也是仍然在。这个特容，还是仍然在，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然后看后边，这个说还干什么呢？说撇度在藏地，在藏地怎么样呢？爱达瓦金巴，爱达瓦金巴，我的大瓦，大瓦是大是看，大瓦是名词，是什么呢？就是看法、观点。我的观点。紧吧是抓、取我的观点，就是同意我的观点，支持我的观点。咱们叫持什么什么剑，就是谁谁拿着什么什么什么剑。这个紧有拿着的意思，拿着我的观点，也就是持我的观点的，持我的见地的，同意我的观点的。紧吧，这个吧就代表了名词化，就代表了人，持我的观点的人。然后嘎热约巴尔读，嘎热约巴尔读，嘎就是有些、有一些、少数，反正就是有些，有些，加上人还是有些，这就组成一个词，嘎人就是有些。约巴尔读就是可能会有，我猜测有，它不是现实的，因为他走的时候那个他变败了嘛，就是藏地，就是说他的观点不对，都不许听他的观点，都按照这个变胜的一方的观点。这样的话，等于在表面上是没有同意和尚的意见的。但是这个和尚呢，走的时候留了一只鞋，他说什么呢？他说约巴尔读就是说我想会有，这是他的一个揣测，他这个猜测说我想会有什么呢？会有往前倒，会有一些持我的观点的人。撇度在藏地，特容还，你看整个意思说啥了？和尚走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在藏地还会有一些持我观点的人。这意思就抠出来了。语法现象就是还是那个巴尔读，就是约巴尔读，就是说不是说他告诉你说现在就有，这个他是说揣测以后有。好，整个咱们来读一遍啊。体内哈香拉尔，体内哈香拉尔，假语度须巴汤，假语度须巴汤，哈雅记撇度吕北，哈雅记撇度吕北，哈香给鞋内，哈香给鞋内，特容撇度爱达瓦金巴，特容撇度爱达瓦金巴，嘎热约巴尔读诵索，嘎热约巴尔读诵索。好，下边看那个语法的介绍。读还可以加在拉类助词的名词或名词性词主后边构成谓语，带有推测推理的语气表判断。前边这个呢是揣测语气，就是一种猜测语气。
后边这个是推理、推测、推理啊，跟这个猜测还不一样。猜测就是我就是这么想，我就这么猜。这个推理啊是带有一定这个根据的，带有一定的这个有因有果、有因有据的一种推理，表示判断，应该是这样的。当然也不是事实啊，也是一种判断。这个语法上那个就表现上区别什么呢？那个前边那个猜测语气是巴尔读，这个呢是拉读。这个拉呢，因为拉有很多变种，所以不一定是拉读。你看这个句子最后就是叫都读，都读，就是这个它是拉类动助词嘛，就是都读拉类后边前边是名词，那个前边一般是动词或者是形容词，就是谓语。这个呢前边是名词，这个拉类动词后边看它那个就是有这个读的话呢，表示一个推理、推测、判断的语气。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啊，来体会它。伦包拿人，伦包拿人，大臣说，还是那个格尔，还是那个藏地大臣，说什么呢？他说：“打猜呗哪个贴？打猜呗哪个贴？我猜呗，猜吧，猜吧是什么呢？是热，炎热，就是热的意思。这个猜吧呢，一个是热的意思，还一个咱们在理论上经常用的意思就是叫量，就是限量、比量的量。这个在音名上猜吧用的很多，就是量。一个是意思是热，热的乃是病，热病，热的病，热病。题是句格，背这个热病，由这个热病，句格，由这个背这个热病怎么样呢 ？type 是什么呢 ？type 的意思是达到，达到就是这个走到了哪儿，达到了哪儿。落到就是落进去了，包括还一个意思是正中要害，就是打中，就是击中。它这是一种这个习惯性的配合，就是被热病打中，落到了热病里，被这个热病呢就是达到了被热病这个正中要害，被热病包括进去了。所以这汉语里头思维感觉这个好像这两个词不太配合，但是藏语里头它就是这样一个习惯，就是被病给，你看咱们前头一开始那个时候学过，说美莱尔巴的父亲被一种很重的病给抓住了，被一种病给缠住了，这儿就是被一种病给击中了，它都是这种的这个说法，习惯说法。我被热病击中了，就是我得了热病。后边啊，打拉塞尔呢，打拉塞尔呢，这个打是什么意思呢？是有，就是有没有的有。这个有呢不常用，一般是在古书里头呢，在这个就是古语里头用，这么一个打。这个这儿这个有呢，就是一个助动词一样，就是说我有这样一种情况，我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得了热病了，我有这样一种情况，表示一种存在。后边这个拉是什么呢？拉本意是是不是的是，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没有是的意思了，变成虚词了，变成一个表示什么呢？敬语，它本身就是个敬语，就是经常这个拉呀加在某一个词后边，就把这个词给敬语化，就表示敬语，就是这个把这个有前边这个达这个有呢给敬语化。塞日是说，乃是之后，
这个大臣呢，他说了这句话之后，说一句什么话呢？说我呀得了热病了，得了热病了，为什么还要用一个敬语呢？这个大臣呢，他是在这儿装病，他是在耍花招，因为他要跟这个唐朝斗智斗谋啊，他这个想了一个花招，想了一个点子，就是装病，他要达到他的目的。这个具体情节我忘了。装病呢，这个唐朝的大臣去看他呢，他在这装，他说我呀，得了热病了。这个达腊什么意思呢？敬语就是有点这个说的很这个正式，很严重。我嘛也是一个大臣，也是高贵的人啊，我就是我老人家得了病了，就是加了一个敬语，有那个就是装相的那个意思，就是装相嘛，就是要说的很那个，很郑重，对对对，你来体会他这个意思，我老人家得了病了，然后呢，再看后边啊，说了之后呢，吕北记孤儿外，吕北记孤儿外，驴巴是什么呢？就是痰，就是吐痰的痰，一个病字旁里头一个那个炎热的炎，驴巴就是痰。这个很简单，记就是一口痰，痰就论口了，一口痰。孤儿外，这个孤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个意思啊是溢出来，就是三点水一个利益的溢，溢出来，溢流。溢的流出来了，一个是溢出来。第二个意思呢是这个抛弃，扔掉。抛弃呢也有这个扔出去的意思，所以跟这个痰配合起来呢，这就是又是一种这个动词配合了，就是扔出来一口痰，抛弃一口痰，也就是吐一口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配合。他说完这句话呢，就吐了一口痰。这个呢做原因句，由于他吐了一口痰，发生了下边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是那差给多度读，那差给多度读，那是农，那个。就是一个月字旁一个农业的农，那是农。差是血流的血，脓血，这两词一合就是脓血。脓血的夺是颜色，夺是颜色，脓血的颜色。度表示方向，向着这个脓血的颜色。后边动作是什么呢？读是什么呢？有什么呢？往前倒，有脓血的颜色，就是他吐了一口痰呐，那个痰里头有脓有血，有这种颜色。他为什么这个说有这样的颜色呢？这个话说的这就是一种描写，因为他那个脓血是假造的，不是真的。所以他说有脓血的颜色，就是他吐的那个痰好像又有脓又有血，其实他是那个他制造的，他可能嘴里头含着什么东西吐出来的，所以说有这个就是存在脓血的颜色，就是说你要看起来啊是有这种现象。这个这就跟刚才咱们讲的那个语法现象说，读在哪类名词后边呢？表示推理、推测、判断，就是说是人的一个主观判断，不是事实，是一个主观判断。也许判断的对，也许判断的不对。现在在这个名词后边加个读，就表示判断，就是这个唐朝的大臣这么一判断呀，是有脓血的颜色。他现在他做出这么判断，证明他相信了，看他吐的这个有脓有血，他是病了。就是八日读是猜测，读是判断，
都是不是事实，都有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就表示这么个意思。好，连记这个句子的意思，连记这种语法现象，这样的话呢，记得这个对这个情景就记得比较确切。咱们来读一下啊。拎包拿来，拎包拿来，打车呗哪个贴，打车呗哪个贴，打拉塞儿呢，打拉塞儿呢，驴吧记故儿呗。驴吧记故儿呗，那差给多读读，那差给多读读，哎，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举这个就是说判断啊，就是主观判断，说阿妹安内了，阿妹安内了，阿妈加个仨句格，他做主语，阿妹妈妈做了一个动作，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看这整个句子的最后是且，咱们说过这个且呢，有时候就可以做说的意思，阿妈说，所以呢由阿妈做了个说的动作，中间就是阿妈说的话。阿妈说什么呢？说阿内你，阿内是什么呢？阿内是姑姑，阿妈是妈妈，阿内就是姑姑，阿内是姑姑。阿内了，在姑姑那里，在姑姑那里，这个叫存在动词，在谁那儿存在，有什么没什么，谁有什么谁没什么，都是在谁那里。在姑姑那里有什么呢？咱们看啊，说평차배진도민도，평차배진도民都，평是凤凰，평擦是什么呢？咱们说单独一个字有热的意思，有疼的意思，它还有一个意思是后代，就是子孙后代。평차就是凤凰的子孙，凤凰的后代啊，很这个出身很高贵的啊，凤凰嘛，很少见的。悲是这个光荣吉祥，吉祥为主啊，吉祥光荣，吉祥光荣有德，就是有道德。悲这个文书就叫妙吉祥嘛，就这个悲，这个悲用的很多，悲就是吉祥。真是比赛，真是比赛。整个这四个字呢是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说动词吧，比赛就是起的这个名字呀，叫你比如说咱们汉地有在叫赛珍珠，这就是能比得过珍珠，这就是这个人呐，很宝贵。他这也是这个意思，比赛跟什么比赛呢？赛什么呢？赛凤凰后代的吉祥的光荣啊，这就是说可以跟凤凰后代的光荣相比吧。这是个很好听的名字啊。평차배진，就是평차배진，这是他姑姑的名字。然后啊，图就是方向，往这个名字的方向，往这个名字的方向发生什么动作呢？闽都就是不有，没有，在你姑姑那里啊，没有这样一个名字，也就是他不配这个名字，他虽然叫这个，但是他实际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德行啊，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米拉日巴他们家害他们家的是他的这个叔叔，也就是他爸爸的弟弟。他爸爸的妹妹呢就是姑姑，证明他的姑姑啊是跟这个他爸爸的弟弟啊跟他叔叔站在一个立场上的，所以他妈妈呢说，你的这个姑姑啊是这个不是赛凤凰后代的功德，不是赛凤凰后代的光荣。哎，反正你怎么翻吧，意思你就知道，他就是说他不像这个名字。哎，然后后边啊。吕毛大真都读，吕毛大真都读，吕是魔鬼，魔是女性的名词词尾，那就是女魔或者叫魔女。哎啊，直接翻魔女也行，魔女。大是老虎。真是比赛，读咱们说了，前头是名词加一个拉丁，读表示一种推理判断。且是说母亲说呀，她做出一个判断，说你姑姑是什么呢？不是那个，是什么呢？是这个叫魔女赛虎。哎是魔女赛虎，给他重新起了个名。哎，不是烹擦白珍，不是赛珍珠，是赛这个魔鬼。哎，女魔女大赛虎，魔女赛虎。哎，而该是你看下边意思是，而应该是魔女赛虎，这是一种判断。根据什么判断？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言行来判断，他不是那么好的人。哎，他是个坏蛋。就是这是人的名字，就是前头是他的名字，他否定了他，给他另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这是语法现象呢，就是这个读。哎，就是前头是名词读什么意思呢？隔了一层，是个判断，推理判断，他应该是这样。哎，好，不一定真的是那样，他这是一个人的主观判断，也许他说的对，也许说的不对。哎，好，咱们来读一下啊。前边那个前半句那个图敏读呢，跟那个读是一个意思。哎，也是一种判断，就是说他本来他叫那个名字，他说我看他不应该叫这个名字，也是一种主观判断，带有推理的应该判断的意思啊。阿妹阿内拉，穷差白真度民族，穷差白真度民族，对毛大真度读切，对毛大真度读切。哎，